請問你認同人生係無常㗎嘛？如果人生係無常嘅，佢就冇可能係一套早已寫好嘅劇本。人生充滿未知，但亦正因如此，佢正係一場你必須親自上陣、親身感受嘅真實體驗。佢更係一套你可以親手調教、持續迭代、升級嘅生命操作系統。而嗰啲經常被誤解嘅悟行，唔係玄學，佢係人生以天地萬事萬物運作背後一套真實存在嘅底層邏輯。命只係你嚟到呢個世界時自帶嘅初始配置，而你嘅心智正係你一生唯一握喺手上嘅控制器。你唔係觀眾，你係玩家。你正係自己人生呢場遊戲裏面嘅主角。人生或許有起點同邊界，但整個過程始終運行喺一套可以調試、可以升級，甚至可以迭代重裝嘅系統裏面。大多數人總係問我嘅未來會點樣，但係我只想令你知道，你嘅命運與人生係點樣操作嘅。嗰啲痛苦其實係系統正在提醒你呢度應該收斂啦。嗰啲迷惘係系統正在等你輸入一個正確嘅訊息。而所謂嘅宿命，只不過係你仲未親手按下玩家模式。我係生命系統架構師，我唔預測未來，我只教你攞返人生嘅操控權。記住，命唔係寫好嘅劇本，係一封邀請函。只有當你懂得如何參與，命運正會俾你正確嘅回應。歡迎嚟到悟行人生操作系統嘅頻道。而家輪到你按下正確嘅開始鍵。